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，可能改变你下半生的健康课题。在台湾，每天平均有超过65位长辈因为跌倒骨折而住院。这不是统计数字那么简单，这是活生生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。一个在公寓楼梯间的滑脚，一个早上去传统市场买菜时的踩空，一个在浴室地板湿滑时的重心不稳，就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余生。让我用最直白、最真实的话告诉你，腿软绝对不是小事。当你的腿开始没力气，走路开始不稳，膝盖开始发软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正在一步一步失去自主行动的能力，失去独立生活的尊严。今天可能只是爬楼梯需要扶住扶手，觉得有点吃力。明天可能需要有人搀扶才能出门买菜，不敢一个人走远路。再过几个月，可能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别人帮忙，上个厕所都要人在旁边守住。医学数据非常清楚地显示，一旦长辈因为跌倒而卧床6个月，身体会发生什么事？肌肉会以惊人的速度流失，每一周可能流失掉10%到15%的肌肉量。身体机能急速衰退，心肺功能下降，免疫力崩溃。很多原本只是跌倒骨折的长辈，最后因为长期卧床引发肺炎、褥疮、血栓，再也站不起来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这是每天在台湾各大医院的骨科病房、复健科诊时发生的悲剧。我想请你认真想象一个画面，你的双腿就像一台陪你走过大半辈子的老机车。如果这台车的油箱没油了，刹车系统不灵了，轮胎没气了，要爬中山北路的上坡都爬不上去，那这台车还能骑吗？还能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吗？你的双腿现在就是这个状态。引擎在空转，零件在磨损，但没有人帮它加油、保养、维修。很多人会跟我说，医生啊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腿没力气是正常的啦，老了就是这样啊。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都很难过，因为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腿软、腿无力、走不动，不是因为你老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缺少了某些关键的营养素，你的肌肉、关节、血管长期处在饥饿、发炎、缺氧的状态。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在12小时内开始逆转和改善。现在请你停下来，认真听我说这段话。如果你现在离开这支影片，如果你没有看到最后，你会错过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法，让你在短短12小时内开始逆转腿软的状况，让你在短短12小时内开始逆转腿软的状况。如果你选择忽略，3年后你很可能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走路，5年后只要一个不小心的跌倒，就可能让你从此躺在床上无法动弹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现实。在继续之前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才能收到我们每一支关于健康的重要影片，获得最好最实用的健康建议，获得最好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但是今天我要给你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可能改变你人生的好消息。你不需要吃药，不需要打针，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食品，只需要调整你的日常饮食。在台中、新竹、嘉义、高雄，在台湾各个城市，已经有非常多的长辈在短短2到14天内就重新找回了腿部的力量。他们可以自己走去市场买菜，可以爬楼梯不用人扶，可以带孙子去公园玩。要理解为什么腿软不是因为老这么简单，我们需要先看看3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医生很少告诉你的真正原因。原因1：肌肉在挨饿，这是最常见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。我想请你回想一下，你或你的父母一天到底吃了些什么？早上起床，1碗清稀饭配酱瓜，
豆腐乳。中午可能随便吃个阳春面，一碗卤肉饭，晚上煮一锅白饭，配几样炒青菜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？这整天的饮食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。你的肌肉就像机车的引擎，它需要燃料才能运转。如果你要骑住一台细命的老机车，从平第一路骑上阿里山的蜿蜒山路，爬那些陡峭的坡，但是油箱射控的一滴汽油都没有，请问这台车跑得动吗？绝对不可能。你的腿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每天都在工作，在运作，在支撑你的体重，但是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燃料。肌肉需要蛋白质来维持基本的功能，更需要蛋白质来修复每天的损耗。当你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只吃白饭、吃面、吃稀饭这些淀粉类的食物，肌肉完全得不到它需要的原料，就会开始自我分解，慢慢流失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没力气，手臂越来越秀，大腿越来越瘦。原因二，慢性发炎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早上睡醒，从床上坐起来，脚踏到地板上准备站起来的那第一步，膝盖特别痛，特别僵硬，感觉膝盖卡卡的，好像很久没有上油的门轴，转起来又涩又劲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慢性发炎。你的膝关节、你的大腿肌肉、你的小腿肌腱长期处在一种轻微但持续的发炎状态。这种发炎不像感冒，不像急性扭伤那么明显，不会让你发烧，也不会让你痛到受不了。但它就像白蚁一样，每天默默地在破坏你的关节软骨，让你的肌肉越来越紧绷，越来越僵硬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。就好像一台机车的零件开始生锈了，链条卡住了，齿轮磨损了，当然跑不快，跑不远。原因三，血液循环不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通往双腿的动脉血管会慢慢变窄、变硬，血液流到腿部的量就越来越不够。你可能会觉得双腿冰冷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脚常冷得像冰块。你可能会觉得小腿麻麻的，走路越来越慢，走一小段路就觉得累。这些在台湾的长辈中非常普遍。血液就像是运送物资的货车，它带住氧气，带住养分，要送到腿部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个关节。如果道路太窄太塞，货车开不进来，或是只能开进来一点点，腿部的肌肉和关节就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氧气，当然会痛，当然会没力气，当然会退化。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三个根本原因，肌肉在挨饿，身体在发炎，血液循环不良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为什么只要吃对食物，你的身体可以在短短8到12小时内就开始改变，开始好转。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所有方法，用的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食物，不是药物医生开处方，不需要去特殊的药房购买。当你吃对了食物，你的身体会自动启动3个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。第一个机制，增加一氧化氮。某些特定的食物，当它们进入你的身体，经过消化之后，会促使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制造一种叫做一氧化氮的物质。这个物质的作用是什么？它会让你的血管扩张、放松，让更多的血液能够顺畅地流到你的小腿肌肉，流到你的膝盖关节。让我用一个更生动的比喻，想象一下，原本通往你双腿的道路只有一线道，车流量很小，塞车很严重。现在一氧化氮帮你把这条路拓宽成3线道、4线道，血流量当然就大幅增加，腿部得到更多的氧气，更多的营养，自然就恢复力气。第二个机制，补充氨基酸。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，是修复肌肉、韧带、肌腱最重要的原料。
当你吃进优质的蛋白质食物，你的身体会把它们分解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，然后透过血液运送到腿部，去修补那些每天使用、每天磨损受伤的组织。就像盖房子需要砖头、需要水泥一样，你的腿要修复、要重建，就需要氨基酸。如果没有原料，就算你休息再久、睡再多觉，身体也修复不了。第3个机制，减少发炎。有一些天然的食物里面含有非常强大的抗发炎成分，它们可以快速降低关节的肿胀和僵硬程度，让你走路的时候更轻松、更舒服，不会每一步感觉在痛。这3个机制不是分开运作的，而是会同时启动，互相配合。所以你会非常快速地感受到变化。腿变得温暖了，走路更稳了，更有信心了。而这个改变只需要8到12个小时。要启动这3个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，我们要从8种救腿食物开始。这些食物都是经过台湾的医生、营养师多年临床经验验证，真正有效、真正安全的。很多长辈都有这个非常痛苦的经验，半夜睡得正熟，突然小腿一阵剧烈抽筋，那种痛楚让你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痛到眼泪都快流出来。或者是早上睡醒，准备下床去上厕所，小腿的肌肉紧紧的、僵僵的，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紧紧绑住，怎么也放松不下来。食物8，南瓜子。南瓜子是台湾非常容易买到的食物，传统市场有卖，超市有卖，甚至便利商店都买得到。但是很少人真正知道南瓜子对你的双腿有多么重要。南瓜子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镁。镁是什么？镁是负责让肌肉放松的关键矿物质。我们的肌肉要收缩、要放松，都需要矿物质的参与。钙让肌肉收缩，镁让肌肉放松。当你体内的镁含量不够，肌肉就会一直处在过度紧绷的状态，非常容易抽筋、痉挛。但是当你补充足够的镁之后，肌肉会自然放松下来，那种紧绷、痉挛、抽筋的情况会明显的改善。台湾人很喜欢的吃法是这样的：晚上睡觉前抓一小把南瓜子泡在水里，第2天早上把泡过水的南瓜子跟黄豆一起放进豆浆机打成浆，当早餐的豆浆喝。或者你也可以把南瓜子烘前稍微烤香，然后撒在燕麦粥上面，撒在沙拉上面当配料。效果有多快？根据很多人的经验，通常在4到6小时之内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小腿比较不那么紧绷了，晚上睡觉比较不容易抽筋了。再来，我要讲一个很多人会遇到，但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的状况：腿抖走不动。尤其是早上去传统市场买菜，提住一袋菜要走回家的路上，或是走天桥、走地下道的时候，双腿突然开始发软发抖，感觉好像随时会垮掉，整个人站不稳，走不动。食物7，豆类、扁豆、毛豆、鹰嘴豆。豆类提供给你的是一种我们称为慢能量的营养。什么叫做慢能量？就是它们能够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，不会忽高忽低、大起大落。很多常被习惯吃什么？1碗白饭、1碗阳春面、1碗米粉汤。这些食物吃下去之后，血糖会突然快速飙高，胰岛素大量分泌，然后血糖又突然急速掉下来。血糖一掉，人就会觉得头晕、无力，双腿就会突然软掉、发抖。但是如果你在白饭里面加一些毛豆、加一些扁豆或鹰嘴豆，血糖就会平稳的、慢慢的上升，然后也平稳的、慢慢的下降，不会有那种突然掉下去的感觉。你的双腿就不会突然没力，不会突然发软。怎么吃最简单、最方便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1包冷冻毛豆，用滚水烫熟，加一点盐，当点心吃。或者是煮饭的时候，在糙米、白米里面加1把毛豆、1把鹰嘴豆一起煮。
或者煮一锅无糖的绿豆汤、红豆汤当下午的点心。台北市有非常多老旧的公寓是没有电梯的，长辈每天都要爬楼梯上下楼。但是你如果仔细观察过他们爬楼梯的样子，你会看到他们每爬一阶都很痛苦、很吃力，膝盖僵硬的像生锈的门轴，必须用双手紧抓住扶手，一阶一阶慢的非常小心地往上爬。食物6：酸樱桃汁。酸樱桃汁在台湾的进口超市、有机店都买得到，像是 City Super、微风超市、棉花田、圣德科斯这些地方都有在卖。酸樱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天然抗发炎成分，它的抗发炎效果非常强。很多国外的研究都显示，喝了酸樱桃汁之后，在8到12小时之内，膝盖的僵硬感、疼痛感就会明显减轻，走路会比较轻松，上下楼梯会比较不痛。建议的喝法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喝1小杯，大约100到150毫升就足够了。不要喝太多，因为酸樱桃汁虽然健康，但毕竟还是含有天然的糖分，喝太多对血糖不好。接下来这个食物对很多消化功能不太好的长辈来说特别重要。食物鲑鱼，很多长辈其实不太敢吃肉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猪肉、牛肉比较难消化，吃了会胀气，会胃不舒服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不吃肉，不吃蛋白质，身体的蛋白质就会严重不足，肌肉当然就会一直流失，一直萎缩。鲑鱼是所有蛋白质食物里面最容易消化、最温和的一种。它的肉质非常细致、柔软，就算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也能够顺利消化吸收。而且鲑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维生素的。Omega-3 脂肪酸是非常强大的天然抗发炎物质，可以减少关节的发炎反应。维生素的可以保护骨骼、保护关节、预防骨质疏松。怎么料理最简单？用烤箱烤，或是用平底锅煎，撒一点盐、一点黑胡椒及一点新鲜柠檬汁，就非常好吃，非常营养了。1个星期吃2到3次鲑鱼，持续吃1个月，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膝盖比较不痛，比较不僵硬。这是台湾长辈最常见、最困扰的一个问题，双腿冰冷得像冰块，尤其是每年的冬天，当东北季风一吹过来，气温骤降，双腿就冷到不行，走路变得非常慢，非常吃力，每一步都像在拖住2块沉重的石头。食物4：煮熟的菠菜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重点，一定要吃煮熟的菠菜，生的菠菜没有这个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菠菜在煮熟之后，里面的硝酸盐会在你的身体里面转化成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，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扩张血管，让血液更加顺畅地流到你的双腿。台湾人最常见、最喜欢的菠菜吃法就是菠菜蛋花汤。中午煮1碗热腾腾的菠菜蛋花汤来喝，到了下午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双腿比较温暖，比较有力气，走路也比较轻快。除了煮汤，你也可以把菠菜烫熟之后，拌一点酱油、一点麻油、一点蒜末当配菜吃，或者是炒菠菜，加一点姜丝一起炒，暖身效果更好。有一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间歇性跛行，就是走路走个5分钟、10分钟就开始感觉腿痛，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走。这通常是因为腿部的血液循环太差，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。食物3：甜菜根。甜菜根可以说是增加腿部血液循环最快、最有效的食物之一。它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天然硝酸盐，这些硝酸盐进入身体之后会大量制造一氧化氮，在短12小时之内就能够明显增加腿部的血氧量、血流量。很多人会把甜菜根、苹果、红萝卜一起打成蔬果汁。如果你不喜欢甜菜根那种特殊的土腥味，
可以加一片柠檬或者加几片姜片一起打，就可以有效去除那个味道。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，大约250到300毫升，连续喝1个星期，你会非常明显地发现走路的耐力变好了，不会走一下子就觉得累，觉得腿酸，而且双腿会感觉温暖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冰冷。很多人以为膝盖的软骨磨损了、退化了，就只能去医院打玻尿酸，或者等到真的不行了就开刀换人工关节。但其实有一种我们台湾传统的汤品，可以帮助软骨再生、修复韧带、增加腿部的整体力量，只是现代人已经渐渐忘记它了。食物1：大骨汤。在讲这个食物之前，我要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我亲眼见证的案例。有一位陈阿松先生，今年78岁，住在台南市。陈先生的膝盖痛已经痛了好几年，严重到什么程度？他从家里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，距离大概200公尺，就已经痛到受不了，必须停下来休息。而且他每次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或者要坐下去，都非常困难，膝盖痛，腿没力，常常需要用手撑住扶手才站得起来。他的女儿看了很心疼，开始研究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父亲。后来他看到一些关于大骨汤营养价值的资料，决定试试看。他每天早上帮爸爸煮1碗大骨汤，连续喝了14天。14天之后，奇迹发生了。陈先生现在可以从家里走到社区公园，距离大约800公尺，而且走得很轻松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坐下去也变得容易很多，不再需要用手撑住了。为什么大骨汤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？因为大骨汤里面含有3个对关节、对肌肉非常关键的成分。第一个成分是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是什么？它是我们身体里面软骨、韧带、肌腱的主要组成成分。当你喝下大骨汤，这些胶原蛋白会被你的肠道分解吸收，然后透过血液运送到膝盖，运送到腿部的各关节，用来修补那些已经磨损的软骨组织、已经受伤的韧带。第二个成分是各种氨基酸。大骨在长时间熬煮的过程中，会释放出非常丰富、非常完整的各种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都是重建肌肉、修复关节组织绝对必须的原料。第3个成分是矿物质。骨头里面的钙、磷、镁、锌在熬煮的过程中会慢慢释放到汤里面。这些矿物质可以强化骨骼，增加骨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。那要怎么煮出最道地、最营养的台湾风味大骨汤？首先，去市场买新鲜的猪大骨或牛大骨。回家之后，先用滚烫的热水把骨头烫过，把表面的血水杂质烫出来，然后倒第1次的水。接住把骨头放进汤锅里，加入冷水，水要淹过骨头。然后很重要的一步，加2汤匙白醋。为什么要加醋？因为醋的酸性可以帮助骨头里面的矿物质更容易释放出来，溶解到汤里。然后用小火，非常小的火，慢慢炖煮3到4个小时。不要心急，火不能太大，要让骨头里面的营养慢慢地、完整地释放出来。煮好之后，你可以加一点盐调味，加一点葱花、芹菜、猪，增加香气。什么时候喝大骨汤效果最好？早上空腹的时候喝，吸收效果最好。或者是运动完、走路回来之后喝，也非常适合。每天早上1碗，大约250到300毫升，连续喝2个星期，你会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双腿的改变。好，让我帮你完整的总结一遍这8种救腿食物，我把它们依照功能分成4大组。第1组，放松肌肉，防止抽筋南瓜子、豆类、扁豆、毛豆、鹰嘴豆。第2组，减少关节发炎，缓解膝盖疼痛，酸硬桃汁、鲑鱼。第3组，
增加血液循环，温暖双腿，煮熟的菠菜、甜菜根。第4组，重建关节，增强腿部力量，大骨汤。我想告诉你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请你记在心里：老不等于腿软哦。年纪大不代表一定要腿软，要走不动。腿软、腿无力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足、血液循环不良、慢性发炎累积，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吃对食物来改善、来逆转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短短12小时就能感受到变化？因为当你吃进这些食物之后，你的血管会马上开始扩张，血液循环立刻就会改善，腿部得到更多氧气、更多养分，发炎反应也会快速下降，关节的僵硬和疼痛会减轻，肌肉开始得到它需要的蛋白质，停止分解，开始修复。这些改变是真实的，是看得见、感受得到的。我知道很多台湾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他们嘴巴上不会说出来，但心里其实很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自己腿没力会拖累儿女，会麻烦孙子，害怕自己变成家人的负担。他们宁愿自己忍住痛，勉强走路，也不愿意开口求助。但是只要一支影片，只要你愿意把这支影片传给他们看，就可能帮助他们避免一次危险的跌倒，就可能让他们重新找回双腿的力量，重新获得独立生活的尊严和快乐。现在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完整的14天计划，让你可以一步一步轻轻松地把这8种食物加进日常饮食。第1天到第3天基础阶段，在每天的饮食中加入煮熟的菠菜和豆类。你可以中午煮1碗菠菜蛋花汤，把毛豆加进白饭或糙米饭里一起煮，或者煮1锅绿豆汤当点心。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开始改善血液循环，稳定血糖，让双腿不再那么容易发软。第4天到第7天加强阶段，继续吃菠菜和豆类，然后开始每天吃1小把南瓜子，晚上睡前喝1小杯酸樱桃汁。这个阶段你会开始感受到晚上比较不容易抽筋了，早上起床膝盖没那么僵硬了，上下楼梯比较不痛了。第8天到第14天全面修复阶段，早上开始喝大骨汤，中午的饭加入鹰嘴豆或扁豆，继续喝菠菜汤。1个星期吃2次鲑鱼，可以烤可以煎。每天早上来1杯 UP 蔬果汁，甜菜根、苹果、红萝卜。到了第14天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的双腿变得温暖有力，走路更稳更快，爬楼梯轻松多了，更快爬楼梯轻松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重新找回了信心，不再害怕走远路，不再担心会跌倒。如果你愿意认真执行这个14天计划，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改变，请在留言区打上“我要更有力的双腿”。让我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为了家人的幸福，真正采取行动。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阿公阿妈，你关心的每一位长辈。一个简单的分享动作，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。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。下个星期我们要教你7分钟在家练腿计划，搭配这8种食物一起使用。效果会更持久、更明显。谢谢你认真看到最后，请记住，照顾好你的双腿，就是照顾好你的人生，就是保护好你的尊严和自由。我们下次见。